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欢喜来唱歌》第2系列第1场节目开始。欢迎浩浩、李佩芬、陈建斌。大家下午好。 像柠檬，淡淡地挂天空。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月色中。今夜的花儿也飘落纷纷，陪伴着柠檬月色的迷蒙。 多情爱，蜜语重重，轻轻耳边送。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柠檬一般月色中。 像柠檬，黄黄地挂夜空。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月色中。江上写叶子是海浪匆匆。 两旁的叶子初是海浪匆匆，多逍遥，其乐融融，默默心一通。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柠檬一般月色中。 起来唱歌，健康又快乐。哇，看到这么多的朋友回到我们的现场当中，非常的开心。Ladies and gentlemen， 先生女士们，我们回来啦！很开心，欢喜来唱歌已经来到第2系列喽。是的，要谢谢我们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的支持，我们才有机会呢继续在这里唱歌给大家听。是的，没错，这个系列还是我们3个人为大家主持，联合不同的歌手跟艺人，为大家带来好笑的笑话跟好听的经典歌曲。 是的，非常的感谢大家线上的朋友以及现场的朋友一路以来的支持以及力挺，所以你们看看哦，今天很多新的 pattern 哦，连我们的背景图也是不一样哦。天不啊，新的，是。 那过去有我们的照片哈啊，对。啊，这次我们求真求变。是的啊，当然我们新系列呢内容也要会做一些调整呢。除了大家喜欢的歌曲之外，也有我们大合唱，然后呢也有通过我们寓教于乐的方式传达一些重要的讯息。对，是的，非常重要。每个系列有新的 pattern， 呀，pattern 还多过白明灯哦，这个节目才会越做越久。那现场的朋友也是一样，天天 happy， 每天充满充实的活力，你们说对不对？对不对？哎，我看一下哦，我看到呢很多呢熟悉的脸孔，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你们在哪里？
哇都有跟我挥手。当然，我也注意到呢，我们呢有一位新朋友呢。哦，知道在哪里吗？在哪里？对，看一下在哪里在哪里让我们一在哪里起呢，哪一位啊欢迎我们的新任总裁，有没有看到？哇，那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新任总裁陈子宇先生。欢迎总裁。总裁好，总裁好，欢迎我们的总裁，希望你也会喜欢我们的节目。那总裁的莅临呢，让我们的节目更加的蓬荜生辉。谢谢你。当然呢，除了我们的陈总，当然我们也有一班的好伙伴，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现场。当然，我们观众朋友之外，我们也用我们的掌声一同来欢迎早报的代表。Hello， 有2位，来，请跟我们挥挥手。早报真的是我们的精神粮食来是的，这很多的新闻啊，第一手的啊，对你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71岁了啊，对对，我看了60年的早报，是应该的。每天大哥都会买一份报纸，偶尔有一天没有看就生病了。所以报纸很重要的，很夸张是吗？很夸张是吧？你还会自己讲。当然，除了我们早报的好朋友之外呢，我们也用掌声欢迎新加坡警察部队反诈骗指挥处的代表，你们好，欢迎你们来。谢谢有你们一直关心着我们哦，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血汗钱呢给那些骗子骗走啊。是。那当然，我们还有线上的朋友，通过 Facebook 跟 WeChat 直播，线上的朋友你们好 ，Hello， 来帮我们分享 Like and Share 哦，可以帮我们留言哦，刷起来。是哇，今天真的很开心呐。那建明大哥，您是我们的老大，对不对？新系列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 ？OK， 我只是大你们几岁而已哈，没有多大。不是几岁啊，是几轮啊。OK， 我这几天都有在想新的系列，我们要讨一个吉利，是，不然这样就做一个大家都觉得很健康的一个主题，我们就来一个蔬菜水果的 party， 好不好？好，哇 ，OK， 我先问佩芬，你有吃蔬菜水果吗？有，当然啦。你吃什么菜？我吃什么菜啊？菠菜。哦，为什么？菠会。水果吃什么水果？我就知道无够会。你不是无够会，你是把本无够。你还菠但无把。营养师讲啊，吃菠菜好。呀，水果哈。呀，因为我常常觉得我像贵妃，所以我喜欢吃莱鸡。哇，杨贵妃。莱鸡 is good， 莱鸡也吃菠会，是吧？那如果真的是杨贵妃的话，第一次看到杨贵妃这么瘦的，是咯。没有贵妃的命，但有贵妃的病啊。是，因为她离开了唐明皇。OK， 来，浩，你喜欢吃什么蔬菜？我喜欢吃的是水果。菜没有啊？菜有很多，我什么菜都吃。什么菜都吃。对，水果我比较喜欢一点点。我喜欢吃在树下的时候那个会掉下来敲到头，听说就比较聪明一点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榴莲。不是啦，苹果。我也是猜榴莲呢。因为榴莲掉下来嘛。是，不错。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我知，因为我们新加坡的朋友讲，哎呦，榴莲嘎啦啊！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是好像英文说的。One apple a day keep the doctor away。有那你们没有问我喜欢吃什么？对建明大哥，你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香蕉。不一样。因为一日一香蕉，医生不剁腰。它比苹果的营养还好。哇塞！对，特别今天2位穿的这个颜色好像2只老高这样。吃香蕉有助于身心的健康。OK， 但是要跟大家讲你们喜欢吃的水果不要每天都吃一样的，是要分，要不同颜色的水果啊。对。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带出跟水果、蔬菜有关的歌曲。可以吗？可以。够吗？有这么多蔬菜跟水果的歌真的有这么多我会很好奇耶。你看，随便讲就有葡萄成熟时，对不对？是。水啊花、芒
果花，等等等等。对，那来，么接着下来呢，我们就刚刚呢，我们的开场歌曲也唱了一种那个柠檬嘛，柠檬也算水果，柠檬对不对？柠檬是。那这水果很多都是在这个农村嘛，是乡下，对，原乡情浓。欢迎这位来宾来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来掀开序幕，好不好？是的，第一首歌就是《原乡情浓》，请周小婉，以热烈掌声鼓励，欢迎她精彩的演唱。她也是邓丽君歌曲的传唱人。Hello， 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嗨，你们好，好好听的歌声。小婉是第一次来我们的欢喜来唱歌的舞台。哦，对，第一次，是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是他过去都是演唱邓丽君的歌曲，所以他有一个这个头衔的称号呢，叫做邓丽君经典传唱人。哇，为什么会想到说是经典传唱人？因为邓丽君的歌曲真的它是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所以你说去模仿她真的是没有办法，她就是这个 top 级别的，所以我的心愿就是可以把她的歌一直传唱下去，哇，尽量在韵味上和情感上去靠近她，哇那您觉得邓丽君小姐的歌曲，如果说有100首的话，你有把握唱个80首？哇，很厉害！是我跟她倒反，100首我有20首有把握。但其实她有1000多首，1200多首歌曲。其实刚才这个《原乡情浓》也有翻译成客家的，还有客家版本的，真的有客家歌。哎，真的？有听过吗？没有听过，我想听听。是林峰，光头林峰唱的。要不要听一下？要，掌声！你宠了，你宠了。来冲啊！你宠。
山歌啊，愛唱愛超善會開喲。山歌愛唱，我心會開。哦，演繹啊，唔唱愛超善唔爽哦。哦，吟吟不唱心不爽，一天不唱，一天不唱，音译一天不唱。演繹是一天叫演繹。哦，一天。啊。阿哥阿妹心連心哦。啊，这个我会。阿哥跟阿妹心连着心。嗯，厉害。阿妹呀，愛愛唱山歌哎。这个我也会。阿妹愛我唱山歌。阿妹愛來唱山歌。是，哎，这我们两个也是一个可以取名的哦。对，客家话其实跟华语的音很接近，所以我一唱大概都猜得到。对，所以好听的歌曲真的可以翻译成各种语言哦。是，所以以后我跟佩芬就是建斌大哥的经典翻译人，不是传唱人。呀，会吗？因为你客家嘛，然后我们翻译嘛。客家啦。做得麼？做得麼？做得。哎，他 OK 我應該問你們得一點點，我會聽一點點。客家話 OK 的。愛係客家人。哦，客家人。這裡有沒有客家人？應該有吧。啊，有沒有客家人來給點掌聲？很少啊，只有幾位。哇，有。有沒有廣東人？有沒有廣東人？有。廣東人來掌聲。福建人應該最多，福建人呢？哦，果然。對。有沒有有錢人？有錢人。快點，大家一起鼓掌！趕快拍手，自己就是有錢人。今天什麼人都有，什麼人都有。所以老人家有沒有？老人。沒有。OK， 那今天的主題是水果蔬菜。你最喜歡吃什麼水果？啊，這個水果有點貴耶。大家猜到沒有？你是說你喜歡的 favorite， 你最的熊愛？對，熊愛有點貴。大家猜到是什麼嗎？啊，你識講咩方言？廣東話識講。識講啊？就係咯。咁你最中意食嘅生果，你話好貴係嘛？好貴喎！大家猜到未啊？估到未啊？係咩啊？榴蓮。全部都猜到啊！啱啦。啱啊！而家仲有咩？飛機貓啊，唔係貓山王。飛機貓1 kilo 58蚊啊！哇！啊，好貴啊！還有一種榴蓮叫加菲貓啊。飛機貓，因為它那個種啊，之前是運去中國，去中國是用飛機送過去。哦。那後來可能有點阻礙了，就沒有運過去，就銷到新馬。所以它叫這個種呢叫飛機貓，這就是有讀報紙跟呢有時候沒有空讀的，這個就是有讀早報了，真的是不一樣哦，分別是不一樣的，對，所以現在有飛機貓榴蓮，好了，長知識了。好，所以你喜歡吃榴蓮，喜歡，非常喜歡。這個榴蓮的主題交給您，您覺得怎麼樣呀？好的，沒問題。這首給大家唱一首黃鶯鶯演唱過的一首叫《榴蓮樹下》，是一首情歌啊，送給大家。哇，好聽！一會兒來欣賞。為什麼榴蓮樹下不見榴蓮往下墮？為什麼天上星沒有風也會隕落？那因為有情的人在那榴蓮樹下坐，天上星會隕落，是看見傷心事多。我與哥哥並肩坐，兩顆心變成一顆，不怕花也輕輕飛，心上燃起一把火，只要哥哥伴着我，不怕榴蓮頭上落，只要哥哥不理我，
为什么榴莲树下不见榴莲往下躲？为什么天上星没有风也会陨落？那因为有情的人在那榴莲树下坐，天上星会陨落，是看见伤心事多。我与哥哥并肩坐，两颗心变成一颗，不怕黄也齐齐飞，心上燃起一把火，只要哥哥伴着我，不怕榴莲头上落，只要哥哥不理我，天上星永不陨落。只要哥哥伴着我，两颗心变成一颗，不怕黄也齐齐飞，心上燃着一把火。只要哥哥伴着我，不怕榴莲头上落，只要哥哥不理我，天上星永不陨落。谢谢，谢谢周小婉，谢谢精彩演唱，谢谢。好不好听啊？好，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耶！所以我们球丢给你们的时候，你们随时要接好哦，各位朋友。是的，那这个刚刚看的那首歌我没有听过了，这个什么第二首《榴莲树下》。榴莲树下，啊，听着这对情侣在榴莲树下谈情说爱，是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好了，榴莲，尤其他们半夜在那边谈情说爱，榴莲会掉下来的。哎，搞老就搞老的嘞。对，呀，他可能会掉下来，会砸到头啊。哦，所以大哥觉得说，如果真的要谈情说爱的话呢，在什么样的地方会比较适合？香蕉树下会好一点。香蕉它不会自己掉下来。今天大哥好像特别偏爱香蕉。是，因为我要等一下带来的歌曲就是《香蕉船》嘛。哦，原来还有这个铺的这个梗在这里啊。有没有听过？一摞摞的香蕉是装满喽。哦，这首歌很经典哎，所以待会呢有没有机会呢？就是听你诠释演唱这一首歌曲，一定会从刚刚前面那几句得哦，不是说中国得，还是得哦，西洋得。得啊，哦，不是，因为我卖的香蕉都是小的，所以真得。哦，得哦。迷对哦，一对对，一对对，一对对哦。哎，这首歌谁唱的啦？有男生唱还是女生唱的？很多人唱了，我不懂原唱是谁。可能是一首翻译歌曲吧。我有听于天在唱这首歌。哦，对哦，好不好？香蕉船，像我们去点冰淇淋的时候，也是可以点一个香蕉船。是，在我那个年代啊，吃得起 banana boat 是很有钱的人。对，是一种奢侈来的，对不对？是，好，那现在我们就洗耳恭听，来听我们建明大哥带来这首歌曲《香蕉船》，热烈掌声鼓励鼓励，谢谢。也给我们艾文老师掌声鼓励鼓励。要一路顺风归途，我呀要今年收获丰富，香蕉一摞一摞装满喽，装满喽，
回家去可以顺利迈出。香蕉一箩一箩装满箩，装满箩，一箩箩要比去年更多。嘿吼，嘿吼，我呀要一路顺风归途。嘿吼，嘿吼，我呀要今年收获丰富，一路顺风归途，一路顺风。一路顺风归途，一路顺风。香蕉一箩一箩装满箩，装满箩，回家去可以顺利迈出。香蕉一箩一箩装满箩，装满箩，一箩箩要比去年更多。嘿吼，嘿吼，我呀要一路顺风归途。嘿吼，嘿吼，我呀要今年收获丰富，一路顺风归途，一路顺风，一路顺风归途，一路顺风，一路顺风归途，一路顺风。装满箩，装满箩，回家去可以顺利迈出。香蕉一箩一箩装满箩，装满箩，一箩箩要比去年更多。嘿吼，嘿吼，我呀要一路顺风归途。嘿吼，嘿吼，今年收获丰富。一路顺风，一路顺风归途，一路顺风，一路顺风归途，一路顺风，一路顺风归途，一路顺风。一塞的，一塞的，一塞的哦，一箩箩的香蕉，我买了了咯。你们相信吗？这首歌我是第一次唱，唱得我心惊胆跳啊！因为华族文化中心，我们想唱一些我过去比较少唱的歌，尤其是下一首也是会心惊胆跳的歌，《阿婆买咸菜》。这首客家歌我没有唱过，已经流行了20多年了。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华族文化中心的这个欢喜来唱歌。我们有70%啊，我们要带来一些方言啊。阿婆卖咸菜呀，啊，冬菇鹅呀，哦，这个巴沙里面卖咸菜的就是阿婆吗？没有了哈，不一定。阿婆卖咸菜，因为它是用天才与白痴来改编的，所以它的字很多呀，所以我请老师打慢一点。啊，等一下，我唱未来去加條字。OK， 好冇？阿婆買鹹菜。愛買夾夾來，要睇椒，要西椒，大料椒，也要蒜椒，還要甜骨椒。海牙椒、鳳毛椒、番薯椒、依條爛仔毛錢都來加椒。要辣椒、煎起小強辣椒，加條米椒，還那個紅辣椒，還有金馬倫辣椒。愛買魚超來，太古魚前三菜。黃瓜捱晚台，劍馬倫爆菜。
前是洋菜，冬菇見唔愛，阿婆買鹹菜，愛米夾夾來，要靚瓜要咩瓜要劍瓜冬瓜絲瓜甜得到冇啲渣，生木瓜撈黃瓜葫蘆瓜為開生意成日就冇估價。要酸化爆吹化唔係茶硬下吊馬鏈得啦毛裂沙，唐山先生來過嘛，愛買二超來，太古嘅前三菜，黃瓜捱晚台，見馬輪爆菜，啊奇字杯，挑牙撈鹹菜。相愛，腰前是洋菜，啊冬菇見唔愛，阿婆買鹹菜，愛米夾夾來，要靚貨要河貨要爭貨善貨挑貨，係要挑流貨啊！要鹹貨要順貨要少貨，千貨超貨，百幾度變到我啊！市洋貨、總管貨、一般貨、現貨、假貨，三馬都來擼貨啊！講起現錢唔收貨，愛買二超來，太古以前生菜，黃瓜捱晚台，見馬輪爆菜，買二啲杯。香牙撈鹹菜，阿妹兒相愛，要情是洋菜，啊冬菇嘅甜愛，阿婆買鹹菜，阿婆買鹹菜，阿婆買鹹菜。唱到我全身抽筋了，太多字了，对不对？啊。又唱菜，又唱貨，又唱椒 ，OK， 好，啊，得唔得？來，卡卡果得唔得？得的好。哎，想再問大家一下，想要跟大家問一下，現場的朋友，過去這幾年有沒有被人騙過？啊，就是你買貨啊，錢去了，貨沒有來，有沒有？舉手一下，有沒有打電話來叫你去按他的鏈接，然後你被騙了一點錢，有沒有？哇，你們西北厲害嘞，詐騙分子都進不來啊！你們都練了18銅人是吧？啊？哦，這位大哥40年前被騙過一次，哦 ，OK， 是感情嗎？啊，不是，錢呢、啊？是錢是嗎？這位大哥哈、啊，欠了，哦，你被你老婆騙了，所以你才娶了她呢，所以你跟詐騙分子生活了40年，還很愛她 ，OK， 這個騙得很甜蜜了哈、哦，這個 OK， 我們是講真正的詐騙 ，OK， 那。這幾年來，大家都有聽說過詐騙集團，出很多 bad 燈來騙大家，哦，尤其是老人家，很多老人沒有，哎，你的孩子啊，你聽到的聲音，他們用那個 AI 啊，仿造他孩子的聲音，媽咪救我，媽咪救我，哦，他就相信了，趕快匯錢過去啊，所以尤其是老人家，我們必須更加的小心。那我們來看看接下來這個詐騙集團是用什麼 bad 燈？啊，可能你看了會覺得好笑，但是千萬記得，這種情況是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來，請看。哎呦，下播了啊！下播了啊！同上這個時間哦，
拜三哦，我会去买淡薄物件，因为哈真好啊哦，有时候互咱这老人吼淡薄 discount 安尼款呀，能省则省，这道哦欠淡薄，这道欠淡薄吼，嘛就会使吼，这钱省起来，下摆我的孙爱去读册吼，我嘛做阿嬷吼，也互伊加淡薄去买糖啊，买这个啦，安尼款嘛是好，诶。我电话跟他响了诶 ，Hello， ，Hello， 喂，讲，我找你，讲，你伫点？我是警察。哈？警察？马达靠我做什么？什么代志？安迪，你不要急，我们这边有收到消息，有人用你的身份去银行开户口。然后这个户口用来洗黑钱。洗黑钱？我在家里洗衣服就有了，哪里有洗黑钱？马达，你咪叫我咧，我老人咧，我都可以洗什么黑钱？我安尼严重无？马达，我应该安怎做哈？你咪叫我咪去坐牢，我咪诶。安迪，你唔免烦恼，我一定会给你斗3工的啊！会帮你。首先呢，我要知道你的姓名。会使，我的名叫老妹妹。哦，名字对了啊，没有问题。那现在我要把我的电话转到我的上司，那他可以提供更多的协助。您等一下。哦，紧。Hello。我一个人会写了。Hello， 你点 ？Hello。你点？我是 Inspector 李好无？我倒落有好，这阵你卡马达互我卡马达互你。无啦，我是 Inspector 李好无，好无是我的名啦。你是老妹妹对不对？对，我，马达 Inspector。你。我无做啥啦代志，我无拿钱去洗什么乌钱咧，你帮我无咧，你咪惊着我咧。你免惊，我会甲你斗骹手。我有想到吼，伊人讲哦，莫乱相信人咧。我甲伊举伊的角互我看，伊有伊的马达的角，若是有哦，应该伊是真的。好咯，马达。你有物件证明你是马达什么 inspector 无？我就知你安尼问，放心。我的证件互你看，我是有证件的。会使。我这样我识过啊，好。你看者，我看吼。你看者我看吼。你这样我识过来了，好。无诶。我是 Inspector 李好无。李好无，好有点有啊。有收到。收到。你是咧是新加坡马达的 logo 咧，对诶。伊个马达佫戴口罩啊，应该是吹真潮啊。收到，Inspector 啊，大龙啦，唔是我无水钱咧，你帮忙我。你放心，是有人用你的身份证去银行开户口，安尼啊，然后用这个户口来洗乌钱，这是真严重的代志。你上好甲我合作，我能再甲你洗脱罪名。好，安尼你帮我，我会甲你配合，我要安怎做？听好啊！你先将你的银行账号的号码、甲密码甲我讲。我这边看安怎，你内面的钱是安怎洗啊？你爱我婆囝的号码哈？对。会使，婆囝是12332199999，然后我的角的密码是54088。我是你爸爸？你是我爸爸？老妹妹女士，不要开玩笑哦，这很严重的。我在这里帮你，还要跟我开玩笑啊？54088是我的密码咧，我就甲你讲了，你甲我讲你是我的爸爸咧。Inspector，你等一下，我囝转来吼，我佫问伊会使无会使？袂使，莫去问别人吼，愈侪人知影愈吃力。你若是互真侪人知影，你就要去坐监，知无？去坐啊！大龙啊，你甲我讲安怎帮我好，我不会甲我的囝讲啊，你莫来撩我咧。水某啊！哎呦，水某诶，你伫这兜哦，安尼行，削边，甲你无去啊？其实哦，
你有什么代志啊？头先哦，有人靠我的。有人靠你？你打电话把路干到我靠你啊！你要去倒靠互人啊？伊有生意，马达出的上。哎，袂使讲，袂使叫你袂讲，你搁讲。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哦，你看哦。有影安尼代志发生咧。你人就是安尼，你看看，你看这个，有影有 logo 咧。马那有马达的证件，有戴口罩的。哦，这样我们要怎么样认出证件？就是有戴口罩就是假的啦。定都是假。哦，安尼会记啊。特别是这款哦，无论是马达厝也好，讲伊是政府部门也好，还是银行也好，伊若好爱拿你的户口，伊就是高度的安尼款哦，值得我们怀疑啦。对，有你看。因为正版的哦，袂甲咱拿咱的户口的物件的啦。马那有马达叫你好无？可能有啦。OK，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政府跟银行官员是不会打电话跟你要个人资料跟银行讯息的哈，所以千万不要透露你的银行账号、密码、SingPass， 绝对不能透露。可以做到吗？好像不肯定这样，可以做到吗？是，所以呢，经由我们的讯息呢，也希望呢大家呢以口传口哈。平常我们在跟亲朋好友聊天的时候呢，你们就要把我们这个讯息，然后呢互相来提醒一下，是的，互相来传达。不要慌张哦，然后不要乱给，那不要乱相信，那就 OK 啦。小心能使万年船哦，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别人呐啊！是，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是，那我想呢，很快的时间呢，将来到我们下一位歌手，还有水果蔬菜的歌啊。有，我问你，甘蔗是不是水果？是蔬菜还是水果？啊，蔬菜还是水果哈？甘蔗应该是也蔬菜加水果，植物。甘蔗好吃的，不会答，不懂呢？你觉得呢？叔叔，等一下我打电话问我的补习老师哈。好的，那继续我们就要来欢迎到了这一位呢，是我们的实力派的女唱将林诗玲，要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甘蔗好食香桃甜》，欢迎可以。谢谢我们的3位主持人 ，Hello， 大家下午好。往来好吃嘛酸又甜的，阿娘看人嘛使目甜，害我心肝比破蛋，心我亲像火烧山，想要来问伊啥物名咧？可惜咱的无勇气，不敢来表示。戆戆来看到伊，点点来离开。戆戆看到伊，点点来离开。香果好吃嘛甜又香嘞，阿君实在是真美人，害我每日心茫茫，害我每暗来眠梦，在梦中啊你情意重嘞，可惜醒来无半项，一场的空梦，戆戆来为着伊，每暗来眠梦，戆戆为着伊，每暗来眠梦。香桃甜，阿娘对阮嘛有情意，我的心内暗欢喜，你的心话放心开，咱双人相爱情绵咧，笑笑来到阮河边，谈情到手机，永远着好伴你，永远袂分开，永远好伴你，永远袂分开。
欢迎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我们的主持人两位好，你好，哇，诗玲已经不一样了哈，你现在已经晋升为歌唱老师，谢谢。哇，是他在几年前呢，我们考那个最少应该都有8到10年前。对英国的这个演唱的文凭哦，是呀，我们跟他一起考的，后来我有再去考。更进一级的，是，就感谢他是很求上进的一个歌手，他出道我就看到他，哇，从很小年纪很小，念中学的时候，对，中学到小学，他唱歌台，我就看他还穿校服呢，穿校服，几10年过去了，变成歌唱老师，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是啊，刚刚这一首歌曲《甘蔗好吃香头甜》，哇，这首歌要唱真正是无简单呢。啊，因为爱甲唱了哦，大家听了哦，迄个甘蔗真正敢若足甜的，足甜真好啉嘛呢。是凊彩人会使唱。所以甘蔗是无分这个蔗头啊蔗尾，应该是啦。香头拢甜啊，拢是甜的。香头甜，中啊是无甜哟。拢甜。古早我会记讲，咱古早阿公阿嬷，咱食甘蔗是用安尼咧食的哦。是。吼，安尼应该喙齿应该就爱。真正用哦，有的吃甘蔗是安尼用啃的这样，用啃的，哦，我还记得，我还记得。啊，有一些可能牙齿比较淑女一点，会这样。那个是吃玉米，那个好像在吃玉米了，加工，不是甘蔗了。所以我们还是不要用这样啃，因为会伤到牙齿。对，所以甘蔗呢，其实就是喝水的呀，对，喝它的甘蔗汁，是呀，但是因为糖分太高，所以我们年长者还是少喝一点不然就加一点冰块，少油少糖少盐很重要的哈。对，其实诗玲是很健康的一个人，她几乎天天在游泳。3天，一个星期3天，哇，对，一个礼拜游3天呢，真的，不简单呢。还好，所以你看他的身材就看出来。为什么我一个礼拜也是游了差不多3天？为什么我的身材？请问一下，你是打麻将吧？对，麻烦一下，我想请问你是游干的还是游湿的？哦，不好意思，我是手部运动啊，手部运动，脑力激荡啊。是，所以我们歌台里面就是他还有一个麦会，也是，对3天对，是个非常健康的。没，就是要一直在动啊，保持这个活动。健康的话，在水果方面，你特别偏爱哪一种水果？水果我喜欢苹果。哦，跟我一样。对，是。其实还有一种水果，大家也可以多吃哈，营养也非常丰富的，就是葡萄。葡萄，葡萄。这个葡萄，尤其是青的葡萄，哇，那个不是很酸吗？青色的，很爽口，是哈。有时候有人说，补血，吃葡萄很葡萄，对，紫色的葡萄也，紫色的，是好。这个葡萄里面没有种子，我就会吃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诗玲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歌曲，是叫做《葡萄成熟时》。掌声鼓励欢迎，谢谢我们2位主持，谢谢。轻轻
笑容，愉快地等待。金色的阳光要我把头抬，温馨的和风替我把路开，轻轻又轻轻，轻轻又轻轻，别后多珍重。葡萄成熟时，我一定会来。葡萄成熟时，带给大家，谢谢谢谢，感谢。哎，我越看你越像一个香港明星。哇，刚刚大哥说从这样直接这样看到你后面哈，没有背哈整体，请问是哪位啊？佘詩曼啊，哦，佘詩曼，係咪啊？似好唔似興啊，啊？嗰時衰有嘅，多少次啊？遠遠看啊，遠遠看对，。很漂亮，很美哈。再一次谢谢诗玲，谢谢两位主持人现场谢谢感恩谢谢，谢谢。謝謝。哇，现场的朋友，今天到目前为止，听歌听得开不开心，舒不舒服啊？哇，请用掌声表示一下。來口號，歡喜來唱歌。耶，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哇，这几个字呢，包含很多很多的意义哈。是，对，所以平時大家也有多去唱歌，是去聯絡所的卡拉 OK 呀，多唱歌。是因為唱歌就好像打太極，也有練氣嘛。对，安哥安迪最常在哪里唱歌？大哥你知道吗？哪裡？厕所。因为在厕所里面唱歌，回音特别好，是。音响特别的好听。我覺得不立體鼓勵了，嗯，因為你吸氣的時候，尤其是你用歌唱的呼吸法，哎你會把廁所裡面的細菌全部吸進去，嗯，而且還吸得滿滿的。哦，也对哈，所以所以我们千萬不要在廁所唱歌。是，所以我们平常啊，我们社区有什么样的活動？哎，包括我们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有很多很多的精彩的节目，大家都可以呢攜伴來參加，一同來共襄盛舉，來參與哈。好，接下來，哎，大家覺得佩芬有什麼要出來？哎，因為他要準備唱歌了，是，要不要聽佩芬唱歌？是，哎，好像掌聲好像沒有這麼多哈。要不要？哇，好，歡喜來唱歌。因為我覺得要隨時突擊一下，要突擊一下哈。大家要記得這個口號。哦，我是驚告訴人家覺得說，哎呦，這主持人真囉嗦哎，你給我健康又快樂啊呢？呀，因為我71歲嘛，哎是，所以我一場裡面要喊71次。來71次。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請到我們的佩芬為我們大家帶來的歌曲《Lemon Tree》，歡迎檸檬樹。谢谢我的好搭档，我来啦 ，Lemon Tree， 后面的朋友，啊哈，一个人孤单单的小屋，当风吹得每个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如一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雨，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如一思念，翻看的电影一遍一遍，孤独的流着眼泪，回忆太美。请看着歌词一起来，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散了地。我不让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这一天一天的爱你，我不管爱会苦苦的，在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Everybody sing that， 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
清楚。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的有底。我不容我自己越来越像蓝墨水，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爱会哭哭地，海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墨水，不管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爱会哭哭地，海蓝蓝的天气，海蓝蓝的天气，海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墨水。嗨，大家午安，谢谢大家。现在呢，回到了歌手的身份，来给大家呢唱这一首有关于 Lemon 的一首歌曲《Lemon Tree》。相信呢，不管几岁的朋友，一定会从呢很多的广播当中，或者是这个电台当中，给大家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苏慧伦的一首歌，有没有听过啊，各位朋友？哈，这个歌很红哦。他的歌呢2首啦，一首《Lemon Tree》，一首《鸭子》，哇，创造了非常大而且非常成功的这个唱片销售的一个记录。相信呢，很多的朋友都对这首歌呢不会感到陌生。谢谢大家跟着我一起拍拍我们的节奏，然后呢有看着大家呢也跟着我一起唱。我们左边的朋友，中间的朋友，前面到后方的朋友，再来一个全场的掌声好不好？哎呀！你知道，只有唱歌的时候哦，才可以享受到呢这样子呢，哇，非常棒的一种的氛围感。谢谢，谢谢大家。那刚刚我们唱的很多水果，对不对？有葡萄啦，有 lemon 啦，有banana 啦，好像这个菜哦没有什么出来，所以呢，蔬菜水果，那就由我来为大家呢一口气唱出很多不同的菜。有啦，刚才我们的兵哥哈也有唱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有关于我们蔬菜还有这个水果主题的这个歌曲。当然我们众多的歌手也在此呢给大家带来所有的好歌好曲。刷落来这条歌是一首福建歌哈，有时间听福建歌的朋友你坐倒咯。感谢感谢啊！这阵吼要听福建歌吼嘛是真正困难哦，但是吼这阵嘛袂歹啦。那大家会使来看咱的节目哈，来听真侪好听的歌。我们线上的朋友也继续的刷上呢你们的爱心以及留言哦。来，由我来唱一首卖菜呀，好，一首福建老歌，我阿嬷不会晓唱的一条歌，希望你们会喜欢，多谢。第一句哦，一起来。卖菜伊啊咯，透早出门做生意，不管顺风是冷叽叽，搭着青菜向菜市啊一直去，为着要赶早起，通点这高烟味，紧来走啊，紧来
向要流落去哦。小姐一时心袂开，啊雄雄才开嘴。啊问我床头一棍是偌多钱，剩的伊拢无爱知，予我听着强要滚落去。啊讲甲天花甲乱对哦，只有趁你1箍2角钱，想着是真头贵。为了三顿不得已，卡苦嘛着忍来度时机。卖菜鸡啊，有人买菜无？有啊，我这道真多菜哦。所以你是卖菜鱼啊，因某啦无。啦，我是替阮老母来拍这个菜摊啦。哦。啊，你若要买什么菜？哦，你卖的菜阁真多呢。头摆我听到什么冬乌菜、白灵仔菜，什么菜拢有哦。红公菜。有一种菜叫拍母菜，哎，是什么菜？拍母菜是我菜饭的放的菜。你内底有一种菜啊，叫拍母菜，大家知无？知。什么菜？有淡薄像菜心安尼款。冬乌啦。冬乌都是拍母菜。因为吼，伊个冬乌吼，安尼大白，连滚水滚滚的吼，剩淡薄。哦。所以伊个翁就讲伊个某打斧头啊。哦，煮了先煮遐少着安尼啊。煮了伊煮熟了后变安尼少尔。哦。所以这揪起。伊就讲伊个某吼，毋知偷摕伊个镭，啊，无去买菜，买淡薄转来，所以就将伊个某安尼拍一顿。哎呦，这款翁都会使嫁，袂使拍某啦。听某吹大富贵咧。啊，请问安尼有拍翁菜无？拍翁菜，无啦。顶摆迄个年代吼，这个男生都是当家的嘛，那老婆吼哇都要听老公的，这样都躲在后面的。是呀，无可能会去拍翁啦，骂翁阁有可能啊。拍母菜有啦，我有食啦。啊，上重要是我要问你人，我是不是你的菜？我是不是你的菜？我啊，你别偷闲，你嘛讲是，我嘛偷闲。你安尼细细食，那你一溜溜安尼吼，你是菜内面的虫啊！煮落去太虫啊！煮落去完全拢看无啊！第2系列头一集呢，你就讲我是虫。好啦，可以较欢喜淡薄啦。对啦，你虽然不是阮的菜，但是你是阮的饭甲阮的汤啊，安尼好无？啊，你袂歹，三菜一汤嘛是袂歹。哇，阿兄你去行船啊，兄，一套是什么衫？我刚刚加入一个乐队。哎，什么乐队？红毛锣鼓乐队。请问是白天还是晚上的？都是白天下午2点的。红毛锣鼓4点就收工了。OK， 还不错哦。对。哎，安尼款嘛是有30块呢。无啦，这10几年前吼上网买的。哦。买了好咯，讲今日穿红色的，我找拢是乌的啦，啊无就蓝的，无黄的，剩一领红的，无变咯。这阿摩罗哥佮叫出来。我想讲，今日是红的较水嘛，对不对？又是我们第2系列的第1集，红无害人，鸿运当头给大家嘛。哎，结果你穿这款的别灯啊，那会使啦。你去看一个 MV 吼，男人情女人心，伊个男主角吼嘛是穿亲像安尼款。但是大哥有一件事情要很注意哦，你千万不要穿这件衣服上飞机或者是坐船哦。那个机长都会下来让你去做。变成你开船开飞机的哦。我是惊伊穿安尼款哦，佫遇到气流啊。假来了。没有，穿这个起码要戴个帽子。哎，对，来帅。就比较像样。是。没事，这个下来，因为我们有8集嘛，下来7集不会穿了，放心。穿过不会再穿。好的，那节目继续，我们要来欢迎到的这一组，刚刚都是这个人的哦。这是我最喜欢的姐妹组合。哦有。过去是明珠姐妹，是她们明珠姐妹解散之后，就是这一对姐妹，她们最成熟，是她们的表演，不管歌舞、
都能够上到台面。是，竟然大哥这么样的赞美称赞他们，是否先请他们2位出来，我们对先好好的访问他们一下呢？是，来，掌声欢迎宝贝姐妹。欢迎。 Let's welcome， 哎，她们是真正的姐妹哦。谢谢大家好，大哥好，大哥好，嗨大哥欢迎好， 2位，妹妹好，大家好，大家午间好。姐妹嘿头发的颜色不一样，哎不，一样哦，对最近我们有是点搞不合，是。我们不合，因为我们发现，如果太合太像的话呢，就一直停留在那个年代，哦尽量不合一下，看我觉得看不协调运我觉得这气好一点。个时候，对，大哥，哎其实您可以站他们2位的中间。啊，这样子画面就非常的协和了。是这样吗？会吗？非常的就男女好看男女，女这样也不太好合适吗怎么？说呢？呀。嗯，这样站这边好像怎样旁边2个是金童玉女，如果您想这个上班2点到4点，然后你就不要拖我，有人好不好走过，好走过怎么样？啊，然后没有鞠躬，哦，百无禁忌，百无禁忌，没拜没拜， OK 啦因为他们这样站的这个画面哦，好像呢，从前呢有阿朱阿花，哦再大一位高凌风，当年高凌风来到这里，因为原本阿朱阿花已经没有了，所以来新加坡登台，他们就是阿朱阿花哎，是呀，跟高大哥有合作过好几档，对，对差不多在刚10年了。刚要出道的时候， 10年呐， 10年，对哇，10年都没有得起家的那种10年，哇，好对苦哦。对，10年之后我们就帮高大哥不在之后呢，就帮你。建明大对哥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所以电视台的节目还好里面有合作，所以建明大哥帮了几年呢？就那一档，那一期，一次就那一个节，那一我就给他集而已。1次哎，因为如果他帮我10年啊对，我也是担心哎，担心什么？啊，担心什么？阿毛老哥也像，所以我给他帮1次我就停 stop，只要给他帮10年了都差不多了哎，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问题哎，啊。不是，但高大哥是他的自己造化啊他的对造化对，跟我们没有关系。他年龄差不多了。讲好讲造造化不是造货。造化，造化。 OK，但就是说他们很有经验，可以谢谢大哥。跟这个巨星配搭。嗯缘分，缘分。那么他们2个人的表演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当然当然呀，那2个真的有吵架是吗？现在都没有人了，因为我不知道谁还想没有，我过来们是要让那个10年的人在，浩浩要站一下。对，那好，可以帮你2集。什么集？浩浩算是你们师傅。是后来我是帮你担任了阿朱阿花之后，我就担任过他的阿朱阿花。后来他就讲不要了，不要了，他也帮当，他担他也帮当任我的阿朱阿花对9年而已。啊，嗯，还好。然后他就满怕10年都会有状况见好就收。啊，所以呢，你当时什么姓人？福建人。哦，福建对人。福建人安怎卖讲福建话？我咪是卖讲福建话，其實吼最近我係當當話講了本袂歹。哦，廣東歌啊，但是廣東話但是你要聽，我就盡量講給恁聽。嗯，啊，哈，哎，你準備好未？好，買啉水哦，等伊補出來哦。你大家好啊，好唔好啊？哦，啊，其實咧，我今日嚟個知道啊，我冇唱等等歌，我唱福建歌。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广东话也是浩浩教的。啊，各位好朋怪不友，得这么像浩浩。哎呦，你唔通聽他哋亂講啊，好朋友。我的廣東話是有水準的廣東話。啊，所以你是老師，所以我們只有他的一半功力。對，我就覺得我講得蠻順了。你看不用彩排，我講大家都聽懂哎。哎，原來真的嘞，跟我們的廣東話的水準都差不多，都差不但是我多。你也是嗎？我都 OK 我的是最好的。 OK 哎，那個是最好的。因為我那個年代啊，就看港劇、睇港劇啊，睇嗰啲 video tape 啊，所以由嗰陣起咧就學到好多廣東親話。情啊，哇你講廣中人我啊，同劉德華搭檔啊，你同劉德華搭係啊，檔。喺豪華嘅歌劇院啊，豪華歌劇院啊，跟劉德華、哦，係啊，鄭裕玲啊，我有看到照片啊。要啦，我知道啦，你係那個開場的係咪？場你就走咯。咩係佢重啊？開場的，唱就跑了那種。沒有啊，主持人啊，主持人啊主持人。我係導演啊，係咩？導演。哇，所以那個時候，大哥你最中意你最
你最蘇格的哦，你最中意的是哪一位啊？女藝人，係邊個？女藝人，哪個邊個啊？賭折扣啊你？最中意？翁美玲啊，哦，楊美玲哦，你講美語啊？你講邊個啊？翁美玲啊，翁美玲啊？我不在了，嚇，不在了嗎？移民咗啦，移民咗啦。你就數得你做死咗嘅係咪？佢哋講佢死咗啦。唔係啊。 OK， 我搭檔過無數個港星，都是大牌的。是，只要是來新加坡，都是我幫他們打。哇，你有拍照嗎？啊，有很多。哎呀，很多那個照片都掛在牆上，有拍照。有。就你跟我們也差不多啊，你幹嘛笑我的10年？但是他們當時已經是來4大天王的那種身份，還是還在努力打拼的。我就是跟劉德華打。對，真的，我相信。其他3個都沒有。對，沒有來新加坡。所以其他3個就不太紅。哦，明白，就靠托他的福啦，托建明大哥的福氣。你真假講啊，你真假講，哎，家你搭檔的才會紅啦，你看。那我們幾時會去香港表演呢？啊，香港。OK， 我先安排你們去盛港，好不好？盛港成功的話，再安排你去香港。我還住蔡厝港嘞。我們看一下，還沒有去到盛港，還沒有去到蔡厝港，我們都去後港了。都好了。好了，你們2位喜歡怎麼樣的蔬菜水果？蔬菜水果，水果的話，我喜歡剛剛大家有聽到有黃梨啊，對，榴蓮。哦，你也喜歡榴蓮？榴蓮是今天的冠軍哦。對，熱帶水果我都喜歡。姐姐呢？我喜歡吃菜，因為我喜歡減肥，減肥又健康。是。那減肥的蔬菜的最佳的，我看得出來，吃菜身材跟吃水果的不一樣。我是最近不小心吃太多水果發了福。然後我跟你講，其實我的體重還輕過他。哎呀，啊，我腰圍還小過他，是你們肉眼看不出，要仔細瞧，真的慢慢看。你是說你腰圍小過大哥嗎？不是，小過姐姐。小過姐姐。對，小過大哥。仔細看，你們慢慢瞧。哎啊，好的。那今天除了要看呢傲人的身材啊，也要欣賞他們非常傑出的歌藝，好不好？所以他們的歌曲有菜有果。首先第一首歌是。安東哥不會踩，掌聲鼓勵，歡迎寶貝姐妹，謝謝建明大哥、浩哥，還有我們的佩芬。安東哥不會踩，上面帶給哦，一起來欣賞哦。安東哥我只是無注意，會悄悄行你就悄悄去，手架到菜市，迄落菜若是甜咱攏去哦。安東哥上腳行着迄落到菜市，我開嘴叫一聲頭家啊，我把手甲插你，啊東邊我看過來，哎呦西邊我看過去，緊一目哎呦看市去，迄落肥豬肉，佮肥啊刺刺，迄落瘦的是阿記記，我阿東阿開嘴將問起，佮親到刺激中亂做錢，迄落菜地阿兄啊像我一一，佮肥的刺激五角地，迄落瘦的佮刺激着要6塊4。安東哥實在佫有啊下拍，佫出山佫買禮物，也要轉來去厝上班，只甲伊用予伊打，佫出山要離開，要阿卡又佫要加卡。安東哥來哦，迄落刺激佫成魚皮，佫大漢佫嘛介意，啊又佫趕袂去，煞看到迄落阿棍仔佫甜啊東去，啊東邊佫攏過來，哎呦西邊又佫攏過去喲。安東哥呀安東哥買菜佫親啊正頭，味素是要轉來去餐廳頭，迄落罐頭酒，我咖啡，白啊酒佫想要吃熱天，我就卡起要嗨嗨煞轉來去喲。安東哥
德卡、龟卡、阿卡拢是好起，不会是你起甲换了啊，太晚起床哈。来，今天可以看到现场呢，有很多是我们的这个长辈朋友，那有很多的是爸爸妈妈，那你们对这些歌曲都非常的熟悉，那也希望你大家拢会介意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那个掌声。谢谢，太好了！在这个非常舒适的这个环境里头呢，可以回味着一些比较有这个经典、比较有意识的一些怀旧金曲，或者跟着今天的这个主题大家可以欣赏到一些不同类型的歌曲。那再次谢谢大家给予礼貌的这个掌声。那这个掌声其实站在这个舞台上呢，刚刚那样是不少，但是如果可以更多的话会更好。有淡薄怕啊，下回老烈姐姐好吧？哇 ，very good 的，不愧是有吃蔬菜跟水果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健康。对，你看健康的宝宝们都坐在台下，那个不健康的就没有不健康，对，最不健康就我，可是我好了。为什么你会不健康？因为我大概都说了，我水果吃太多了，人就有点胖了。我这种叫可爱啦，因为水果要选对。我的人是这样的，我喜欢胖了又瘦，瘦了又胖，不然我做人没意思啊。要肥了就减肥，瘦了又胖一下，这才有乐趣了哈。做人2个礼拜后，你看我又瘦了，开心就好。因为我说北大很难讲啊，要接受自己，不是接受自己，就是北大很难讲我。伊讲我肥了就，2礼拜后我陈建斌大哥看我瘦了，你就会问我，你是出来和人安怎苦毒的就，哪可能啊呢？你个再个爱我个背都动，哇，真艰苦，敢那不论呢，背闪闪。你讲爸真硬啊，蛮有空的。来，陆续呢还有更棒的歌曲呢，带给我们在场所有现场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您大家都是最棒的观众。那继续呢，节目送上一首轻松一点的节奏，送给您这首《小苹果》。来，一天一苹果，医生拜拜，远离我。Let's go， 谢谢。我。我走向一个从此的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太阳每天为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才短，爱你永远不离不弃。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算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儿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的果。从不觉得你讨厌，你的一切都喜欢，有你的那天的视线。有你阳光的灿烂，有你黑夜不黑暗，你是白云，我是蓝天。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夏天有我陪你一起看星星在夜，秋天黄昏与你徜徉在金色满天，冬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儿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掌声在哪里？跟着节奏来 ，Come on！ 健康就是快乐，健康就是大家的财富喽。Everyone clap along！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什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
希望就会收获。谢谢小苹果是我们在场的朋友，谢谢您 ，Thank you。再次谢谢宝贝姐妹精彩的演唱，谢谢，好听吗？现场的朋友，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音乐会演唱会的时候，是否会有听到那种掌声，很热烈的，然后掌声要加一下那个欢呼声，有没有？哇，哎，我们欢呼声通常是有几种哈？尖叫声有几种？是呜，还是啊，还是嘿？我们来听一下自己的欢呼声、尖叫声是哪一种？1、2、3，哇！我给你们掌声。换我给你们哈，好，那我们今天就来一点不一样的哈。谁说年轻人看演唱会会开灯，对不对？我们的比较成熟的朋友、长辈朋友看演唱会也是可以来开一下灯的，好不好？今天有带手机吗？把你的灯打开，一个灯代表一个祝福，一个灯代表一个福气，好不好？来，我们来点亮一下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表演厅，好不好？一个灯中一次头奖。哇，哇，马上出来了，你看那个灯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如果会唱的话，我们屏幕上有我们的这个歌词，大家一起来唱。当年哇，可以说呢，造成这个空前绝后的组合小虎队，我们来唱这首歌曲《青苹果乐园》，好不好？如果你会唱的话，一起来唱哦。好，我要听一下后面的朋友，你们的尖叫声在哪里？哟呼！如果你没有拿灯的朋友，请用双手借给我。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拜拜。好漂亮哦！音乐、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烦恼美丽呈现在，让汗水尽情飘散。告诉我 What's the name， 别守着要去喊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Don't you know， 为我全部的爱。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尽情摇摆，跟着我不要伤怀，跟着我让日光在照亮天空的阴暗。啦啦啦啦，尽情摇摆。掌声有没有？我们来听一下，右边的朋友，尖叫声在哪里？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双手借我，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拜拜。音乐、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呈现在，让汗水尽情飘散。告诉我 What's the name， 接受着要去喊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Don't you know， 对我全部的爱。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尽情摇摆，跟着我不要伤怀，跟着我散发光彩，照亮天空的阴暗。啦啦啦啦，尽情摇摆。啦啦啦啦，尽情摇摆。来听一下哦，全场的朋友，嘴巴一张开，金钱会滚进来。嘴巴一开口，你们会横财就手哦。来哦，我一句你们一句，好不好？告诉我 What's your name，
love you. Hey, don't you know? 再来一次 I need you. 一起来，啦啦啦啦，轻轻摇摆。啦啦啦啦，轻轻摇摆。再来一次，啦啦啦啦，轻轻摇摆。换你们唱。轻轻摇摆。现场的朋友，掌声尖叫声有没有？哇，很厉害呢！我发现你们比我还会唱哎，而且每个月都卧虎藏龙，对不对？好，哎。哇，这个场面非常的热闹啊，好听是好听。好的，那 OK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歌曲，哎，很大家都会很喜欢的，听到前奏他就知道了。等一下，老师，是有那个这个是狼来了吗？是有那个叫做什么ninja要来了吗？请问一下，忍者狼来了啊，请猜一种水果。狼来了，找水果。哇，你们厉害嘞！他讲什么杨桃，杨桃，杨桃。哎，杨桃狼来了，杨桃了，杨桃。哦哎，请问一下， starfruit 嘞那羊来了呢？草莓了。哦呦，大哥很厉害，掌声鼓励鼓励一下。羊来了就吃草嘛，就草莓了。好好，老师，这不是狼来了，没了。等一下，哪一种果是不能吃的？啊，苹果，苹果。如果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跟结果。嘿，如果你熟悉这首歌的话，请用掌声表示。苹果，花迎风摇曳，月光照在花影里。想起了你，想起了你。只恨你无情无义，心把人欺，看得我朝朝暮暮，我退缩的苹果。花迎风摇曳，月光照在花影里。你还记得吗？翻译翻译呀，福建，福建，你还记得吗？哦，你有记得无？客家的，你记得吗？你记得无？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迄苹果花伊开的时阵，当苹果花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苹果花前，你我两个人伫咧苹果花的头前踅来踅去。你是在讲红毛呀？福建的，福建，福建的，福建的。很多人去苹果花面前转来转去。你曾悄悄地告诉我，你说说下跟我讲，说说下。你好些相同来讲，要把我当作苹
苹果花一样的爱护。要当我是苹果花，安尼的爱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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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虎了，爱护客话安怎讲？爱护，爱护，爱护呀，你将来怎么带？当做苹果花一样来爱护。你还告诉我，你，我跟我讲，你要同佢講埋啲事落個頭。他没有这一句我是两个啦。头啦，要让我永遠生活幸福呢？要让我生活永远幸福啊！你愛本係永遠散發幸福，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寻也无路，觅也无踪。喂 ，stop！ 啊，你等你家己來還啦，稍等哦。稍等啦。可是， But， 可是 But， 按斷啦，多少甜言的旧梦，偌多滴滴古梦，哦，这个你等完了会笑古了。梦，爱我感情，爱我感情，滴多少甜蜜的旧梦，偌多滴滴古梦，要結套甜蜜的 Q 夢。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啊！就像你會就像是曉，华你哪會曉我讀掉？镜内面的花，拍无去啊！就好像江花水月，寻也无路，觅也无踪。哎，这斗找无，迄斗找无啊！哦，行呢度有無，行街度有無？你就这樣忍心遺棄我嗎？你最話你狠心不殺我啦！你就愛用心，總係丟掉，總係都垃圾嘅一個表皮。為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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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乜解？做乜解？為什麼？做乜解？是恨你无情无义，一心把人欺，害得我朝朝暮暮，梦所无悔。因果花影风摇曳，月光照在花影里。是用苹果的苹果手机，太好了 OK 哇，这个翻译你们两位真的是非常的好，好犀利。哎呀，这么改。嗯接着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的呢来谁闻一下哈，这个欢迎一位这个品味一下。乐坛上的大姐大，哎呀，她带来了榴莲飘香呢，那到底有多香呢？廣東歌，她也是我们影歌室3期紅星，一熱掌聲歡迎林如萍，榴蓮飄香。多謝，大家好，多謝，唔該，太后太后來了，太后唔該，齊唱好唔好啊？來，我們一起來，榴蓮飄香。飄來榴蓮之香，萬歌聲震天。飄來榴蓮之香，芬風到嘴邊。飄來榴蓮之香，大家執個先。飄來榴蓮之香，果汁似蜜餞。榴蓮
最有戀。流年令我多相思，今次又相見。流年熟了，將玉女一見心已牽。安雅燕如嬌花，嬌花先鬥先，飄來榴蓮枝香，歡呼舞漫天。請大家的掌聲好不好？回味這首50年代的歌，讓你聽了廣東人來邊度。多謝大家好。榴蓮飄香的季節哈，所以我們這個聞到榴蓮飄香，會不會想到要吃榴蓮？會啊！以前小時候有一點好呆，你看外面就知了啊。因為以前我的阿嬷他們住甘榜，晚上去庫幫榴蓮卡，家是當榴蓮嘎到啊。那我的阿嬷說，我們說，哎，榴蓮掉下來會不會砸到你的頭？阿嬷說不會，榴蓮有目睭誒，對不對？它不會砸到你的哈，所以榴蓮是有眼睛的，它絕對不會砸到人。所以呢，我們真的是老闆娘講，擔什麼？擔榴蓮嘎到啊！今天榴蓮也嘎到誒，所以今天下午非常開心，跟大家一起哈，我們來唱唱歌，聽聽歌。我們3位主持人很棒，對不對？能講能唱，還能演呢。所以今天我們希望回去的時候大家帶一個非常愉快的心情。那麼下一次個酒烈朋友個酒來，我們這裡會講廣東話的人不少吧，對不對？剛才聽我們的主持人講廣東話，哇，哩哩啦啦啊！你看，剛剛不是直接是一對啊。所以其實新加坡人蠻厲害的啦，可以講可以聽很多種不同的語言，潮州話啦、廣東話啦、福建話啦，對不對？所以我們聽完了廣東歌，跟廣東人打個招呼。我們現場有蝶酒啷嗎？蝶酒啷的第個泡泡仔。好，哎呀，你看我的腳很小哦，我的鞋每次要掉的。所以我們聽到這個有潮州人哈，所以我們就聽潮州。腳怎麼了啦？腳怎麼了？外卡真水，莫非是12點了，灰姑娘敲鐘要回去了？那一雙玻璃鞋就是你的嗎？對呀，因為外卡真拍不回，每次買要買大一號。哦，所以以前你勾扎還指甲個把你有綁小腳啊？你覺得我會綁小腳嗎？那個是真炸的，你知影不？哦，哎呦，拍謝，過後你來加 Q 位，我再登記到啦，不要緊啦。後擺唔好，再送給你啦。後擺唔好買這種3條2塊背的，你使買較貴。這個跟他洗的背好過來的。奇怪。對啦，也是 OK 啦，因為哦，可以啊。你袂使第一件是燙尾球咯，對不？始終係打吊酒嘅，是唔是？是，當早是。你燙尾球，阮較無熟甲看。安怎哩？你燙衫球可能較多人看。哇，什麼人學啊？什麼人學？無大無細啊！哇，馬來西亞燙衫，新加坡袂使試做燙衫的，馬大厲害的，對不？哎，那我們這個潮州現在也有潮州人嘛？我們今天都是以水果為歌，對不對？剛才我唱了榴蓮的歌，接下來剛才你唱菜的啦，有唱菜蘋果，哦，我跟你唱不上。大哥唱香蕉跟菜。哦，這樣。那接下來我要唱來甲甘。哦。不一樣嗎？沒有聽到來哈，冇來哈掉啊。來。那我們唱。夢卡直上來，哇，真好聽，拍撲咧！哇，你講話啊，哩哩啦啦，跳住話啊，哩哩啦啦嘅。來，夢卡直上來，哎呦，搶開不？怎麼來嘛？來，雙手接有人，對。夢卡直上來，笑來笑去三百界，蹦出阿兄伊帶。有就人人無會嗨，夢卡
介宝，带着介宝转步卡。无会海来又转步卡，往来往去往过人看，海王阿兄伊藏袂错，日日夜夜对心肝。阿兄你但莫伤心，你伊成笨，北伊成少，只爱阿嫂伊扛甲欠，也怪阿姐隔壁家己翁，当摆煞白字。蒙卡十场来，掌声鼓励鼓励，好听好听，三房一厅。 OK， 其实这首歌呢，流行了好几十年哈，对对大家都很会唱哈。那首首好歌，你们开心吗？有没有开心？对我们新系列的节目喜不喜欢？喜欢，有开心就好，最重要是大家呢对开心欢喜喜乐欢喜欢喜好欢喜哦。欢喜对因为呢，我要来呼吁大家，等一下要帮助我们做一个反馈，好不好？新系列反馈我们把它简单化了，依然呢是有 ice cream stick。等一下呢，大家呢把你们的宝贵的反馈呢投进我们的箱子就可以喽。来我们会问几道简单的问题。第一个，你就是选哈，你们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你就把 ice cream stick 啊，是或者是不是？还没有结束哦，等一下我们还有歌曲要带给大家。那等一下呢，你有2个选择，他们会问你，你就是说65岁以上啊，你就东65岁以上；如果你是64岁以下，你就东64岁以下。然后第3个问题就是简单的，对我们的节目满意吗？通通帮我们放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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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哇，很简单呐、 3个简单的问题，来对来来来，这边还有对今天的演出满意吗 ？OK， 通通放满意啊，这边呢是这边呢，还这边呢有就是你认为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呈现的反诈骗的讯息有用吗？对哦，OK， 大家可以好给我们你们的意见，这是样啊，还有有用哈，放有用有用有用。第5个问题，您会与友人，就是你的朋友分享学到的反诈骗讯息吗？你会不会跟你的朋友分享？那你可以要多多分享选会要多多分享或者是不会，好不好？会。这个在哪里呢？等一下在我们的入口处的地方对对，OK，对出入口处的地方 OK 是，就可以找那到了。下一次的这个票大家买了没有哈？我们呼吁一下，下一次的演出将在我们的7月3号下午3点，在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一样心的地方表演厅。一样时间对，对留意记哦。我们的下一场是什么特别节目？哇，下一场的特别节目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哇哇，我们用的王沙野风特别版。是的，那下一次演出，哇，这大家赶快去买票啊！好嘉宾阵好容非常的强哦，有我们齐贤、许琼邦、朱丽丽和黄炯耀，听说他们都和王沙野风叔叔都有关联，到底对是什么关联呢？到底到时候记得收看。到底谁演王沙，谁演野风呢？哎啊，当然少不了我啊，啊，还有你哦。哦，是大哥，因为我跟王沙野风也合作过，到时候要听故事，记得买票来看，不然就在线上看。好，是的，对，那我们真的要期待听到很多的 story 哦，一定呢非常的精彩。是。那接下来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大合唱喽，准备了这首歌《陪我去买菜》。来哦，我们唱包沙喽。拍手拍手，谢谢你们，你们大声唱出来，大声唱。你从迎面来，你的眼睛那么大，望着我发呆。啦啦啦啦啦啦啦，快乐又自在。我被你已爱上我，不敢说出来。
你把头儿点一点，我心里明白。自从那天离别后，我把相思海，啦啦啦啦啦啦啦，快乐又自在。但愿有你在身旁，陪我去。